少松你好，平安，我是平安。平安。公主平安。无说感冒还袂好。嘿，即回较久较严重。你敢有食药啊？有啊，去互于医师看2摆啊。哦嘿，真有较好啊，但是佫扫较严重。哦，嗯，佫鼻塞。搁比赛哦，嗯，呼吸道的问题。嘿，可能确诊2摆了，单身体无甲伊安尼啊用安尼。哦，可能。对啊。啊，区长都嘛算第二摆啊了。哦，顶多量第1摆尔呢。系啊，区长嘛搁着啊。嗯，即个就叫感染着。嗯。系啊，我一开始时就赶紧测就毋是啊。嘿，症状很类似但是毋是。好，时间到，咱先来祈祷。今日阮的天父，阮伫你的面前，搁一摆有即个福分来组织要来做伙来读出来入去第5章。伫阮要开始进前，阮也为着阮的兄弟姊妹身体欠安尼来祈祷。为着陆长老，也为着住院的兄弟，也是区长老、长老娘确诊，拢恭敬交托你的手中，祝你亲自来看顾、保守。也伫即个天气的变化中间，也互阮会通有助你的看顾。也为着教会的建堂的进度来献上感谢甲祈祷。伫今仔日差不多伫要完成即个地砖的工程。恳求主你继续来带领这个工程单位，保守因，将你的圣神的智慧来开启阮，阮会当明白你透过今仔日的经文所要教示阮的话。伫你面前献上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歹势，来第5章吼。第5章就是开始咧讲到摩西甲亚伦开始去找法老王的记载啦吼。咱搁倒转来小可回顾一下。第3章是上帝甲摩西第一届相拄面。摩西伫遐来领受着上帝的呼召，上帝差遣伊倒转去埃及，带领以色列人来出埃及。那第4章咱来看到即个对第3章以后就开始啦吼。第4章摩西拢总找4个理由来提示上帝的差遣。因为安尼上帝受气，并且佫兴起伊的阿兄亚伦来正做伊啦，伊这是讲摩西啦吼，摩西的代言人啦吼。伫即个所在，咱第一个伫圣经内底看到迄个先知职责的解说吼。上帝意思是讲，上帝安怎讲，先知就爱安怎讲吼。这是真清楚的一个职务啦吼。所以先知的
角色甲职务，伫即段的经文内底就讲真清楚。所以圣经讲哦，摩西受到上帝呼召做上帝先知，阿伦嘛受上帝呼召，但是伊要做摩西的先知代言人。所以咱伫即个部分，咱爱去注意到即个规定啦吼。因为伫后壁的部分，阿伦超越即个伦理的限制，受到处罚的记载吼，咱伫后壁会来讲啦吼，会去讲到。第5章就记载着阿伦来陪同即个摩西，开始甲埃及的法老王谈判即个过程吼。好，第5章即个分段吼，第1节甲第5节是第一摆甲法老王的谈判吼。咱会当看到即个经文，大概就是讲，伊记载咱念咪则去解说啦吼，则就免讲我互咱看者安尼吼。第2段到第6节到14节，法老王听到伊的讲法了后的反应吼。15节到19节，就是以色列人受到艰苦了后，法老王受气，佮加重因的工作了，因的反应吼。20节到23节。是上落尾，就是讲遮个人民百姓来怪摩西甲阿伦啦吼，这就是法老的目的吼。是咧，我可能惊一个会较济安尼吼，歹势哈。好，咱对头开始讲啦吼。第5章记载着摩西阿伦，伊第一个去见法老王，提出迄个请求吼。也是讲，咱讲伊去甲法老王谈判啦吼。其实我感觉用政治谈判的即个战术去想会较正确啦吼。咱知影伫政治谈判中间有强势甲弱势的部分吼。摩西一直伫咧扮演强甲弱，连伊强甲连伊弱安尼吼。咱来看吼，一直伫即个。到落尾吼，法老王伊才慢慢失势啦吼。伫10个灾难了后吼，咱大概看讲，迄个谈判的条件、地位，甲伊所有的物件，讲谈判的实力啦吼。对摩西角度来讲，伊第一届去甲法老王的谈判来讲是无结果啦吼，伊的结果就是无结果吼，毋是嘛无结果是反效果啦，反效果吼。好，咱对经文来看较斟酌啦吼。第1节到第5节就是记载摩西甲阿伦去到伫法老王遐，第一届甲伊谈判即个情形啦吼。第1节咱看摩西甲阿伦甲伊咧讲的时阵，其实咱无看到迄种政治上表面的礼貌啦吼，咱讲先礼后兵啦吼，伊拢总无吼，非常简单吼，非常简单。摩西去到伫迄个法老王的面头前了后，伊所讲的话是足直接的啦，非常直接。伊就甲即个法老王讲，伊来的目的是要创啥物安尼啦吼。所以这是一个真趣味，也是讲一个真无共款的。典型的谈判的一个情形啦吼。照圣经记载第一节安怎讲？后来摩西甲阿伦去见埃及王，对伊讲：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着互我的百姓去旷野守节敬拜我，完全无客套吼，无请安也无安怎，伊就足简单的，就第一个就开始讲以色列的上帝吼。伫即个经文的中间，咱去看到讲，伊所用的字甲后壁咧讲的是无共款啦吼。3章18节咧讲到受呼召，上帝叫伊讲，以色列人会听你的话啦吼，你甲因的长老着去见埃及王，甲伊讲，迄个以色列的上主吼，上主以色列人的上帝有对阮显现，请温准阮行3日的路程，去旷野对上主阮的上帝来献祭吼。只有2个物件无啥共款啦吼。第一个物件就是讲，
上帝叫摩西甲以色列希伯来人的长老吼去见埃及王，但是伫经文今仔日的经文甲咱讲，摩西是甲亚伦去兼长老兼长老，这大概有啥物款的差别？咱会当来思考啦吼。过来第二个就是摩西甲法老王讲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这内底有两个上帝吼，一个上主就是咱咧讲的耶和华啦吼，以色列的上帝就是咱咧讲的迄个埃罗希啦吼，所以伊即内底有 J 点，佮有 E 点，放伫内底吼，伫今仔日第一节即个所在所讲的啦吼，好，好所以拄则我会讲，那照一般来讲，政治的谈判先得爱真客气彼此安尼请安问好介绍吼，甚至爱送礼吼，但是看起来拢无啦吼。一见到法老王，伊就安尼直接就讲伊的目的啊，伊的目的就是讲，互我的百姓来离开啦吼。是圣经学者感觉讲，若准照伫当初时的这个政治体制来讲，这会做奴隶要直接去见法老王，基本上是可能性无介悬啦吼。但是今仔日伫5章内底有几若摆突破即种无可能的情形啦吼。亚伦是奴隶啦吼，是毋是就会当直接去甲即个法老王讲话？咱无介清楚，但是等于讲，因为摩西的关系伊就安尼来直接入去伫即个法老王的王宫内底吼，真有可能是摩西捌是即个埃及的王主，即摆咧做王的，真有可能就是伊的兄弟吼，真有可能吼。伊逃亡即摆倒转来40年久吼，一个开始就摕到着别个性命吼，是毋是因为安尼来引起着法老王真趣味，互伊入来伫王宫甲伊讲话吼，是足有可能啦吼。这是咱干来当用药的啦吼，因为咱伫当初时的记载无遐尼济，无遐尼清楚吼。拄则我有讲，即内底有用两个上帝，一个就是上主吼，即摆新的翻译，和合本旧的就甲咱讲伊是耶和华啦吼。以色列上帝，这个是法老王所毋捌的上帝，所以摩西甲伊讲，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吼，伊毋是埃及正神明中间的任何一位，毋是法老王所认捌的任何一个上帝吼，神明吼，所以伊讲，阮的上帝吼，叫你互阮的人民好本较会翻译做百姓啦吼，百姓就是较咱咧讲封建制度，也是权威制度内底咧讲人民啦吼，迄有迄个阶级上的差别嘛，是咧。伫足古早有一出电影吼，叫做《十戒》啦吼，我会记我足细汉的时看吼，迄个内底上出名的，就是迄个演摩西希斯顿，伊去甲尤伯莲娜所演的法老王吼，伫遐咧甲伊讲是吼，讲足大声吼 ，Let my people go 吼，这个词吼，足印象足深的啦吼，英语的翻译你会当讲是 Let my people go 吼，但是伫原文啦吼。原文这个字是叫做羊群啦 ，flock， 好，这互咱倒转去思考，摩西伫第3章记载伊咧做的代志，叫做啥？叫做替伊的丈人顾羊，所以讲伊是牧者。上帝叫伊早啥物会来埃及，早伊去关啊，所以用这个字是足有意思的吼，就是讲上帝爱摩西照顾以色列人民，亲像照顾羊群共款。这有迄个意思伫咧啦吼。
伫即个所在咧讲 Let my people go， 即个 go 伫原文的意思吼，像咱即个是 sent， 就是差遣，也是讲互因来离开啦吼，去旷野来守节敬拜我啦吼。这内底有两个问题，咱要想啦。第一个是旷野，埃及人去因咧敬拜神明，绝对无去旷野，因为去因的祭坛，去因的神庙，去因的济的迄落已经做好，所以拢伫埃及的地区内底。那为什么呢？住伫因遐400冬的以色列人，爱要求去旷野，这就是要甲埃及人有分别吼。分别，过来就是讲，以色列人基本上因就是一个游牧民族，是为着400年前是为着无通食，才来伫埃及定居啦吼。基本上，以色列民族的本性毋是定居的民族啦，吼。所以因着要离开真远的所在，所以用3工的距离吼。3工伫伊本来文化内底。是真两三的三，嘛是代表讲真济工的意思啦吼。啊，而且到底是真正讲3工，也是有迄个意思，就是讲安尼了后，因就要离开。咱毋知影。圣经的部分，咱对后壁去看倒转来，真有可能是咧讲真济工的意思吼。因无要伫埃及来敬拜上帝吼，这是为着要分别做圣。分别做圣的概念对倒位来？分别做圣的概念就是对第3章，当摩西去要挖掘上帝迄个赐配互火烧的迄个情形，上帝甲伊讲：你脱掉你骹顶悬的鞋，因为是垃圾的，因为你所搭这个地是圣洁的，所以爱分别做圣。无伫埃及境来敬拜上帝，要去旷野嘛是分别做圣的一个做法啦吼。第二个是守节啦吼，守节伫敬拜上帝的礼仪是照圣经的记载是摩西以后才制定的，但是这个节期守节其实是各民族因拢有家己敬拜神明偶像一种的仪式，叫做守节吼。当然，法老王听到这无客气的要求，伊嘛无客气啦吼，就回答这个摩西讲啊，耶和华想啦吼，你咧讲是想安尼啊吼，伊的回答的意思就是讲，我毋捌伊啊啦，吼，咱用较粗鲁的台湾话讲，伊生做圆的扁的，我毋捌啦吼。你讲这个神明，我所捌的拢无这个啦吼，所以这嘛代表着这个法老王的心态吼。咱注意甲看伊所咧讲的话，伫5章甲11章的中间，即句话时常出现啦吼。为什么法老王要强调即句话？我毋捌耶和华，我毋捌你的上帝。就是讲，我所捌的生命内底，你这无算额啦，吼，不算数，吼，不算数。所以伊看袂起摩西所代表迄个上帝，因为埃及人的心目中，法老王呢嘛是另外一个生命，吼，伊是神子，吼，神子。啊，所以伫这中间，法老王会定定讲出这句话，就是讲我毋捌伊，你咧讲啥？我毋知影吼，我凭什么要听伊的？我嘛是信吼，大概有这种意思伫迄个内底啦吼，所以伊就不准不准以色列人写的这个字毋对啦吼，这个不准是下骹的是没有啦吼，上面是2点吼。好，毋准以色列人来离开，有小可在宣战的意思啦吼，就是讲你用你的上帝来要求我，互你的人离开。我就毋咧，吼，就迄种宣战啦，吼。希伯来人的上帝，以色列人的上帝，第一才讲以色列人上帝，希伯来人的上帝。伫遮咱会当看到敬拜诶信心节咧问迄个概念，其实就是因只不过是用无共款的角度咧认捌家己，称呼家己。
伫雅各进前无有以色列这个名词啦，伫雅各去互上帝改名做以色列了后，以色列人才慢慢开始去适应，因是以色列的民族，因为伫埃及所有的希伯来人，拢是啥物人的子孙，拢是雅各的子孙。咱即摆所讲叫做主流民族啦，主流民族就是讲有经过出埃及经验的，叫做以色列人，因是希伯来人。但是你若统称希伯来人，就包括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甲其他有一寡可能搁伫犹太地内底其他的人。迄是较宽的概念啦，所以伫无共款的时期，拢会安尼来称呼，然后渐渐就开始用着主流民族因所咧用的自我认同。你若用安尼自我认同入来的时阵，伊就会成做一个迄个共款的认同的一族啦，比如讲，到底阿拉伯人甲以色列人真正是元首人吗？但是咱若照历史来看，因拢是兄弟啦，因拢有亲情关系啦，但是到尾来讲，以东人、以色列人，也是讲希伯来人，所以就安尼开始分开，迄个认同无共款，迄个认同无共款。前面我咧讲的是讲，因拢是闪族，闪族，闪族是更较大对，更较对顶悬起哩，安尼落来，就是因为民族的认同无共款，国家的认同无共款，因就愈来愈离愈远，这个以色列甲希伯来的名开始伫遮人插咧使用，因就慢慢咧调整因的自我认同，好，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也是 Elohim， 这是第一节两个拢出现的物件，第三节讲到希伯来人的上帝，这个咧讲的是较大民族的概念啦，拄则已经讲的，所以拄则讲着讲，这有这一点甲伊点存在做伙咧讲，耶和华就是真正做是这一点，迄个上帝就是叫做伊点，现代翻译耶和华翻译做上主啦，好。我拄则已经讲啊，希伯来人甲以色列人的这个认同，也是讲因的自称就开始咧改变咯。以色列是对雅各的家族传统才开始的行三即个路，所以到底是三工？那这三工是行三工，会当去到伫西奈山无遮尔大阵的人无解确定啦无解确定。但是这几工这基本上是一个概念啦咱就总用数字来算，三工去，一工献祭，搁三工倒转来，7工7工。这拢真有伊的趣味的意思伫咧内底啦但是牧师会较建议讲，咱莫伤过去在意着去解说几工的迄个数字的意义会迷失啦基本上的意义就是讲，因爱离开埃及，要分别做成，要去到伫旷野，要去到伫迄个上帝的山，上帝的山就是西奈山，西奈半岛上下骹面遐去旷野拄则讲着这个部分，所以咱会看着讲，伫尼罗河因的多神崇拜要甲因来会当有无共款的隔离无共款的这个敬拜的方式地点安尼真有可能啦真有可能就是讲假无意要去旷野献祭，无细字就离开安尼啦还是我食好汤者。好，所以这是倒转来伫迄个第1章的时阵，咱去看到埃及法老王伊的烦恼。伊讲这个以色列人、希伯来人勇壮人数愈来愈侪，当伊若一坐到一个程度的时阵因会联合外邦来甲咱攻击咱的对敌，然后离开咱。是啊，法老王真
地以真烦恼以色列人离开伊，为什么？因为因是伊的财产，因是一个生财工具，伊会当做工嘛，吼，因是生财工具，吼。你若看200-300万的人，你若讲买落路咧，爱用偌济钱去买啦，吼，嘿。好，除了讲伊毋捌即个耶和华是甚物人以外，伊伫即个所在，其实咧烦恼是以色列人会单爱离开伊啦，吼。当然，即个摩西伊就离开久啊，吼，离开久啊，即摆忽然间转来，吼，就讲一个上帝的名、神明的名，就安尼来提出要求，吼，这村办要离开，吼，现在当然照因的咧，就是来抬精神来献祭来敬拜上帝啦，吼。但是更重要，牧师认为即句话是足重要的吼。当摩西去甲即个第二句话回应即个法老王所讲的，耶和华我毋捌以外，伊讲的即句话讲，希伯来人的上帝对阮显现，请阮行3日的路程去旷野，上主阮的上帝来献祭。后壁即句讲，这免得伊用瘟疫甲刀剑伤害阮，吼，伤害阮哦。咱注意看哦，有足侪人讲吼，伫出来集中间吼，上帝10个灾难吼是足无天良的啦，干那要杀埃及人，无要杀希伯来人。但是摩西直接甲咱讲清楚，用瘟疫甲刀剑来伤害阮。这个甲法老王咧讲，我毋捌伊咧讲的是一个足大的一个对比啦，吼。伊咧上帝是一个足有宽平的，吼，摩西介绍的。法老王吼根本就不在意啦，吼，我毋捌伊啦，伊算啥物的，迄个意思啦，吼。就有去敬拜上帝，有互阮去敬拜上帝，才袂造成有瘟疫甲刀剑的攻击，吼，才会。若无的时阵，就会有瘟疫甲刀剑的攻击。牧师要甲恁问一句话：如果迄个地区有瘟疫，敢会讲敢若希伯来人有代志？埃及人嘛有代志啊，所以即句话更较深层的意思，就是咧讲，你的国家会去拄着瘟疫，你若无互阮去的时阵，安尼足清楚的吼。伊就是咧讲即个部分，所以了后才有迄个10个灾难，一摆搁一摆。埃及人的神明，每一个神明管一项事，所以伊每一个神明甲上帝战失败。佮另外一个神明起来，佮共一个上帝战，佮失败。所以，咱咧讲迄个万王的王、万主的主迄个概念，你对10个灾难中间，你会当看足清楚啊。耶和华上帝是一个唯一的、独一的，但是伫10个神明的中间，拢无法度抵挡上帝的攻击。这是伫第3节摩西已经预告的事情啦。你若无互阮去敬拜伊，就会出代志，安尼吼。了后当然，伫这代志了后，法老王当然袂安尼就去轻易就放过啊吼，伊就佮互因安尼来加重因的工作啦吼，就伫遐因就怪摩西吼，要互即个伊咧讲摩西是要互即个以色列人吼。去来分担啦吼，无要做工啦吼，所以咱用大观念来讲，清特修是迄个权利啦吼，你甲人的权利讲做人的安那欠缺吼，旷词，这就是法老伊的定调吼，就是讲当摩西来甲我讲要去敬拜上帝，就是恁分担。恁无要做工课，就是所以恁就因为安尼，恁就爱受着搁较济的折磨安尼吼。所以对第4节到第5节来看的时阵，咱会看到讲，伊
开始甲即个请求的部分、谈判的部分开始来甲伊转向开始转向。伊当然是林地要共款拄则我讲的，奴隶是一个极权的王的财产，所以伊无可能安尼真简单就放手啦所以伊就咧讲恁安尼这民族的人遮济竟然叫伊着停工无代无志停工，这叫做罢工用现代的话啦所以法老王所看重的是迄个以色列人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啦当然毋是迄个人权啦好极权统治下骹的人民是无有权利的啦伊要安怎讲，你着拢随伊啦迄阵中国香港咧回归的时阵，答应讲50年无变啦但即句话其实就有问题啦，50年了伊就会变啦但是结果咧无到一半伊就含迄个经济自由啦、集会、游行自由拢无，含讲话、投票权拢无去这就是法老王讲要改就改，讲要变就变，讲要管理就管理意思就是讲你的耶和华是算啥物啦？我也毋捌伊啦伊算啥物物件？我都我插伊啦无可能互恁去啦伊毋但安尼讲定，伊对第6节甲14节就真正付出行动，毋但安尼伊阁命令对认知差距以外，伊开始改变互即个以色列人会搁较食苦，所以伊就甲管理的这督工讲恁着互因莫互因吵叫因家己去修行来家己做庄安尼啦叫因安尼来用安尼这是足虐待人的代志啦咱也知影讲一个迄个极权的政治来讲所有的物件拢是公的啦所有的物件拢是公的，没有私有的啦没有私有的咱中国共产党是了后最近的20-30党自由经济入去了后，才有迄个私有，但是伊嘛无完全私有政府要甲你喊讲要收，你就无法度我进前伫南部一个会友伫遐开工厂伊就嘛伫遐有趁钱，但是嘛真艰苦，因为伊的钱袂当直接就回倒转来台湾啦所以伊就爱钱卖去国外就送转来台湾买材料减一寡物件去安尼，这钱才会当留落好想足侪空芳安尼啦迄就是无迄个自由好。埃及的砖呢是用迄个黏土真黏的土，咱过去台湾嘛有即种厝土角厝听讲闽里长老因兜即马还佫有土角厝的部分啦过去嘛是拢安尼做，但一定爱用迄个丢角伊即马呢伊无爱互伊丢角，但是要叫伊生产砖伊讲你家己去收丢角，拄则我咧讲的，所有的物件拢国家的，丢角早就去互法老王收去你要倒收，这是足大的困难调伊过的啦所以伊无要提供迄个原料，叫因家己来解决安尼叫因家己来解决。好，严格来执行，所有的物件爱照着本来要数量来生产啦因为伊认为因是要去敬拜上帝，是用迄个来做借口为着家己的分担来做借口，因家己无想要好好做工安尼啦这是这个法老王伊的认知啦过来第10节到14节，咱看到迄个督工甲以色列的工头的对话甲因安怎来宣布啦所以照着法老王会交代督工的代志甲第6节到第9节遮了后，第10节就是督工去甲以色列的工头，所以咱讲顶死管下死，下死即摆咧管本地啦即摆以色列的工头来甲因宣布安尼所以王讲我无要告你卖国恁家己去找，
家己去吸，但是装袂当减少啦，袂当减少对因来讲，这当然是足大一个为难你要找代替品嘛有可能啦，但是真困难真困难这个是以色列人、希伯来人雕工，甲因雕古董的一个代志啊毋但安尼尔，独工开始甲因压迫，伫集权的统治下骹，就是安尼甲因督责，过来做无够，就甲因刑罚即摆的翻译台语翻译讲甲因刑罚。但是事实上，就是甲因拍、甲因鞭啦知影像耶稣光十字架迄个代志，迄进前伊嘛是安尼甲鞭拍要甲刑这是古早的一个管理的方法啦因为奴隶只不过是对这顶流的人，对有权柄的人来讲，只不过是物件尔，是工具尔，因无甲当做人啦这咱是毋是伫这个咱讲黑奴时代嘛，佮看会到即种的情形啦好，过来15、19、19、换人民开始去法老王来求情这嘛佮互咱一个疑问啦是安怎遐个上基层的奴隶会当去看法老王这个违反常理啦通常因就是爱经过因的工头去甲督工讲话，按有啥物代志，督工甲转达去互管理的阶层，甚至咱咧讲法老王知影安尼所以真奇怪是，为什么因有才调直接去找咱有一寡猜想啦一寡猜想，圣经无互咱真明确的代志啦因为督工甲因压迫，甲因鞭拍，所以因就认为讲这个代志是出自督工改变，所以因就安尼来搬过这个督工直接去顶悬过啦咱讲这叫做越级澄清啦所以这工头也是以色列的人民，伊感觉讲我着爱直接去法老王遐，就会当控告讲下骹做歹代志啦安尼但是无想到讲，去甲法老王讲的时候，因才发现讲，这个代志出自法老王啦，出自法老王。法老王是安怎会去接待因、接见因？我感觉讲有小可刁故意就是讲要对法老王的角度去甲因讲，其实就是摩西害人的啦。比如我对恁足好诶，是摩西咧害人的，迄个感觉啦所以我甲解说讲，他故意试出善意啦互你来甲我讲安尼但是调工要甲这个罪来怪互摩西咱看经文伊安怎讲，王讲恁实在贫惰，有够贫惰啦，成迷因啦这要求要去甲上主献祭，即句话啥人讲诶？即句话摩西讲诶去希伯来人这个上帝来献祭，这句话是摩西讲的，所以我讲这叫做话术啦伊安怎？伊甲以色列人讲恁有够贫惰，所以恁才会要求要去敬拜上帝。等于恁因为贫惰受到这个苦难，就是这句话所造成的。这句话讲的人是啥物人？就是恁迄个摩西就是哪像这个意思啦恁实在贫惰，恁实在贫惰看讲恁就是安尼才要求要去敬拜上主安尼，所以恁的贫惰的理由是这个的原因是这个。然后伊安怎讲？伊讲现在恁着转去做工啦，无有另外一条路啦，袂过无要互恁啦，障碍数量嘛无要甲恁减少，所以佫互因压力转去做工，无有别个选择，嘛表明立场，就是讲无要甲恁减少，恁安怎要求拢无效，因为恁就是笨蛋，才讲要去敬拜上帝啦，所以这以色列人去听到安尼话了后，因就讲哇，真惨
有够惨啊吼。咱台湾人爱讲土啊，九字土连做伙吼，土吼，所以要求敬拜上帝，拄变做咧苦难的来源。因会去怪啥？因之前想要怪督工，去甲法老王斗，结果法老王讲：这代志我决定的啊，所以甲因无关系啊。有关系是啥？恁咧讲恁要去敬拜上帝，这啥物人？摩西。所以对20节到23节，咱就看到啊，这个法老王的计谋成功吼，法老王的计谋成功啦吼。以色列工头一出去看到摩西甲亚伦，就马上来怪因吼，怪罪摩西甲亚伦啦。无代无志，你转来，就去找亚伦来甲阮讲，佮拄仔变蛇，佮创啥物货，佮甲阮讲，就爱去敬拜上帝才会使吼。所以因伫遐就开始转向，咱讲内斗啦吼，内斗吼，政治上好赢的就是内斗，毋免开枪啦，毋免开弹安尼吼，恁家己去弄较乱安尼吼，好。所以摩西也因为安尼，就马上翻头去找啥物人？去上帝。所以咱拄则咧讲的伊的个性啦吼，伫头起先第一节咧讲伊看到即个法老王的开门见山的开始讲啊，伫这所在你看到伊共款，伊就翻头转去找上帝，吼当以色列的工头甲伊即个埋怨指控了后，马上回头去找上帝，伫迄个所在来 complain 吼，所以抱怨讲你是安怎苦待这个百姓啊？主啊，你是安怎叫我来？吼，后壁一句话无写出来吼，这无输家己听啊吼。我毋是真正来讲叫你莫派我，你是安怎个派我？派我来，佮变做安尼吼。那对于心态顶悬，我感觉伊足像迄个先知约拿吼。约拿吼，伊做先知，伊爱照上帝话去传嘛。摩西嘛是上帝安尼甲讲啊，你做我先知，就是我甲你讲啥，你就讲啥嘛。咱倒转来拄则经文去看的时阵，伊讲主啊，你是安怎歹款待这个民族，怎样派我？那安尼时阵，意思就是讲，我拢照你的话讲啊，是安怎代志是变安尼？毋是阮会当出去，是阮得到搁较重的苦难，吼。你何必派我？约拿安怎讲？约拿伫约拿书第4章讲，我就记得耶和华，我伫本国的时阵，敢毋是安尼讲嘛？我知影你是有恩典佮怜悯的上帝，无快受气，有丰盛的慈爱，而且后悔无讲所讲的灾难，所以我就逃去他死，等等的安尼吼。好，约拿伊拄着什么代志？当伊伫第3章去到伫尼尼微城的时阵讲吼，过40日，上帝就要甲即个城变过啊，要毁灭即个城。结果咧，上帝无照安尼做，倒转来用即个情形，倒转来看摩西。摩西去后头王讲，迄别人的上帝叫你着爱互阮去行3日到旷野的所在去敬拜上帝，结果毋是安尼发生。所以因所传上帝话，拢无照安尼去发生，因两个拢受气，因两个拢受气啦吼。咱看转来看摩西啊，摩西安怎讲？你是安怎派我？我第一遍去见埃及王的时阵，奉你的名对伊讲应该讲的话，伊就压迫这个民族，你自私啊都无救你的百姓，这就足清楚啊吼。伊讲，你我做无民主的呢？我照你的话讲吼，你也无照安尼做啊吼。所以咱就知影讲，先知之言，咱会记得上帝叫咱讲啥，叫咱做啥，但是要安怎做，啥物人决定？毋是先知讲的话决定的，是上帝本身做决定。所以咱定袂记这样代志啊吼。咱摩西嘛安尼，约拿嘛安尼吼。这是咱大家去倒转去了解先知应该爱有的角色吼，伫这段内底。所以伊有照安尼去讲，但是结果无共款，
互以色列人民更较受苦难，受苦难，伊感觉安尼足挡袂牢诶，会足挡袂牢，伊认为讲上帝无拯救以色列诶人民啦，互以色列人民更较伫遐受苦安尼所以伊就认为讲，上帝无照伊所讲诶话来做，但是伊袂记即伫第三章，上帝甲伊讲诶话，上帝甲伊讲诶，讲我知，我若无用强烈诶手段，埃及王袂互恁离开，我要出手，要惊奇事来攻击埃及人，安尼伊才会放恁离开，伊袂记即句话啦，这是咱伫即个中间所看到的嘛，互咱来反省，亲像迄个我倒转来用那遮啦用那的话所讲的伊讲你是恩典有怜悯，无快快受气，有丰盛慈爱，伊袂记后壁迄句话，并且后悔无讲所讲的灾难，伊袂记是上帝有即个主权，按时常拢会袂记起啦这是摩西去甲法老王第一摆的谈判中间所发生家当工作所拄着的苦难了后，伊会对上帝的埋怨，即中间互咱来反省，咱要安怎来遵守着上帝伊的旨意这是我感觉是上困难的迄个部分啦好，以上，是啊，我会惊声无介好。好，有换恁讲，有人要讲者无？我即马才发现我的页数毋对，我再去改个新的互恁。敢有人要讲？有问题无？信心这今仔日讲的，敢有更较清楚咧讲到以色列人的民众的名迄个部分？知影？好，有清楚。谢谢。有无？好，多谢恁要互我较早休困。恁顶顶了，请你上恁祈祷好无？好，咱来三个祈祷。主必天堂创造万物，我伫天的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我会当过一遍来到你面前，通过牧师所开帖，这记第5章所记载，迄中间看见法老王真正虔心，我爱听某些所甲伊讲的话。伊误认摩西，嘛误认上帝你。主啊，阮伫阮的生活上，有时阮也着爱真细致，阮着爱顺服上帝你，互阮会当领受即个你对阮的呼召，来行头前的路站。阮也求你继续赐福牧师，互伊的感冒会当真紧来得到复原，会当有够个体力甲智慧，继续来行头前的路站。阮就搁伫遮也要做一个结束，就是保守阮，互阮会当有真好的暗暝，过到天光。四川进前，安面前献上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阿免。阿免。多谢牧师，谢谢大多谢家。牧师休困嘞。多谢牧师。好，晚安。谢谢。晚安，晚安，晚安。晚安。